安怎？我最近有一个烦恼呢。你咧烦恼啥物？阮阿嬷有一工翕相啊，我会摕去搭喺阮迄台语林校的面册顶悬啊。结果我发现我的市赞有够少的啦。可能是你相片可能放伤少，较少会看到。我毋知影是要安怎，才会当有较侪人甲我市赞呢？面册悬顶有写一寡主题，主题你通写甲足趣味，翕的背景较水，你做的动作较趣味，会通比安尼。到对面安怎才会让互咱的赞较侪呢？任务来了！任务来去出任务，跟着阿公，小就出任务。喊叫手电，地图自我占免，手机也准备好，出任务咯！跟着阿公，做人上盖高。金少，你看，阮台语二校的面册已经有2万人安尼，够济啦！安尼你咧？哇，我看一下哦，我还有11万人的呢，你看。11，你也比我较济哈。你着爱经营啊，爱想买奖啊内底爱写啥物，爱用啥物图。经营是啥哈？唔管啦，金少，你讲教啦。那无，我带你来找一位厉害的小编，有13万人呢，请伊甲咱教。小编，什么是小编哈？金少。猜到啊！第一个线索公庙，第二个线索社群媒体。今仔日要找的主角就是公庙社群小编。洪辉做社群小编已经10几冬啊，自细汉就伫寿天宫附近大汉，对土地甲公庙文化真了解，嘛真有热情。做一位社群小编，需要有真好的观察力，甲真侪创意。才会当甲台湾民俗文化摘出去。金少，你讲要找厉害的人甲我教，我哪会来庙的遮哈？敢讲你是要找新人甲咱斗相共？毋是啦，咱是来找寿天宫的小编，找伊绝对无毋对。毋过伊人伫倒位哈？边有一位哥哥呢，敢会是伊？哎呦，无可能啦！小编应该毋是是做这款的啦。无咱来问看卖啊。行。哥哥歹势，叫问一下吼。你敢有熟悉咱遮的小编哈？我想要找伊。我就是小编啊！请问你找我有啥物代志？你就是哦。你好，我是金少啦。阮想要甲你学安怎经营面册。你好，我是阿高，我的面册嘛想要有少济人的。你好，我是洪辉。咱即摆当咧欠人，无也是恁两个来甲我斗相共。好啊。好。毋过恁敢知影啥物叫做社群？社群。小编朴树朴，大家好，我是来代班的小编洪辉。你敢知影啥物是社群？社群是一个所在，大家有共同的兴趣，做伙佚佗，做伙开讲，可会当熟悉足侪新的朋友哦。其实你的班级、你的社团，就是一种社群哦，是毋是比你所想的搁较侪呢？公庙卖奖呀，图文做甲遮尔趣味你是毋是有啥物秘密武器啊？其实嘛无啥物秘诀啦，就是你对一个地方有相当的了解，就会当做出真趣味的图文哦。所以阿高，你嘛要对台语台有真侪了解哦。我当然嘛无问题啊。
哇，看恁两个拢遮尔有自信，我才无海信呢。无我甲恁考看卖啊。第一条，台语台即马几岁100岁，寿天宫即马几岁368岁，第二条，台长的生日是当时，今仔日上帝爷公的生日是当时。旧历3月初3，第三条，台语台的变数有几间？一间，寿天宫分灵出去的宫庙有几间？超过6000间哦。台长上介意的动物是啥？我讲，上帝爷公的脚力是啥物？古参蛇，台语台上好看、上赞的节目是阿狗普利姆，清北客家上主要的产业是啥物？地乡，阿高，你对台语台一点仔拢无了解。你看黄辉，啥物拢知影。伊平常时拢会利用浪旁的时间来进修，因为伊讲庙宇文化真深，敢若有一直学习，才有法度甲庙宇文化行销出去。黄辉，咱即摆爱先创啥？咱做小编的人吼，逐工早起吼，第一件代志就是网络顶悬来顺产水。你敢知影啥物是顺产水？我知啊，我面册顶头有11万人呢。安尼，你的面册是有小编咧替你经营哦？无呢，我拢是家己经营的啊。安尼，你顺产水的方式是啥物？哇，亲像咧外景的时阵啊，若有人甲我翕相，甲我 take， 我就会转发伊的相片。啊你咧？因为我是替庙的来做网络经营吼，所以普通时啊拢会用一寡甲庙的有关系的元素，来做议题，所以逐工早起拢会开1点钟以上的时间来顺产水。比如讲啊，我会伫超找街内底拍到寿天宫，去看人最近敢有咧讨论寿天宫的啥物代志，或者是讲清北客啦，甲咱遮有关系的代志。你看这几点钟进前的代志，对啊，跳倒来进行。啊嘛去新闻面顶就看讲，最近有发生啥物甲庙的文化，敢有啥物关联？国际新闻咱嘛爱看国际嘛爱看，甲庙的文化若有关系的时阵，咱就该做结合，做一个图文出来。对。原来对象无共，方法嘛会无共。除了顺产水以外，恢复老话嘛真重要。甲遮个学起来，我相信我就有搁较济的买奖啊！上帝爷讲，请你保庇我，逐工拢会当欢欢喜喜。考试的时阵吼，头壳内底拢会有答案，自动走出来。拜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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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托。金少，你敢知影咱做小编的啊？上重要的工作是啥物？当然嘛是铺文啊。我想要问一下哦。像你差不多偌久铺一解文？通常拢差不多2-3工就会铺一解文咯。啥物话题，大家较有兴趣？咱遮即个所在啊，有真特殊的通话。陆角菇，就当介绍咱遮特殊的生态环境，搁较侪朋友知哦。安尼有巧咧，这是你家己？对啊，家己。哇，这个撇步就是你厉害的所在咧。金少，你来做助理吼，嘛会较接啊练习咧哦。啊无，互你来做一篇交出任务来寿天宫的铺文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拜托诶，黄辉，你看我的手，写一字是啥？看无？卡啊！我的手遮尔卡，当然嘛无问题。你拄啊讲遮尔济，无咱同齐做，看谁做了上好看。好啊，食清饭等你。来啊！到底是要安怎做较好啦？哎哟，金少，你做袂出来，无想法哦？无啊。安尼哦，无也是咱出来外口行行，凡事都搁较侪想法咯。好啊好啊，好行。灵感是要安怎找？黄辉，你是拢安怎找所在啊？拢会以庙的内底的元素为主。我看庙内底啊，拢是壁画，无就是雕刻，安尼是要安怎做铺文？安尼我带你来看一个进前所用过的素材。遮。这就是玉川品茶。顶边要介绍咱
像要去食的茶米的时阵，我就用玉川品茶的这个壁画，这算是雕塑，来做一个铺文这个图。哦。洪辉讲，因为这几年的经验，互伊看到啥，拢会甲庙做联想，甲生活当中的物件做铺文的素材，是做一个小编重要的能力。这个香炉，香烟袅袅去天顶安尼，我会甲伊箍落去，伫炉下，就好讲炉下地主的这个意思。哦，炉下地主，香烟袅袅。即摆要翕厝顶的真念，真念就是厝顶这雕刻。对。真念伊有足侪人物，其实是足活骨的哦，会当甲伊当做铺文的素材其中之一。嘿，看起来嘛足水。系啊。除了来外口找灵感，洪辉出国佚佗的时阵，嘛会收集广告单，甲因放伫个箱仔内底。伫个无灵感的时阵，摕出来看一下。奇怪，哪会拢无看到阿狗？上帝爷讲，歹势啦，拄则我袂记你讲一件代志啊，请你保庇我的面体会当有100万人的买奖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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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金石阿狗，做人上盖人。灵感来找我，这可唔食。搁加一个主标题，终极尾完成了！阿狗，你是安怎咧学我笑啊？你甲洪辉哥哥哪会差遮尔多哈？一个看就知影你的事啊！阿狗，你讲的遮无准的，无咱来去找人问看卖啊！要找人哦。安尼咱来去庙口遐人较济哦。好啊，行。好，行。来哟来哟，紧来选上好看的图文啊！来呀来呀，紧来选上好看的图文啊！今嘛大家已经拢选出上好看的图文啊！恭喜！噔噔噔噔噔噔，洪辉哥哥得到冠军！哦，哪会输啦？洪辉，这200图到底差在倒位？其实金石你嘛画了袂歹呢。啊，若论真要讲，可能就是主标题、副标题这个大细配置。可能佮这个主角若是阿狗的话，可能主角就较明显咧。安尼规个排版看起来会较通顺。我好好学习，后摆嘛甲你共款厉害。我先甲家己处罚一下好啊，惊这脚底按摩。哎呀，这怪你家己啦！这痛啦，这痛。想袂到做一张图有这么侪美感，当我甲美感培养好势，后日我一定要赢过洪辉。金石，那洪辉哥哥是学设计的，当然嘛真厉害。你想要赢过伊，我看你要搁较加油诶。5、4、3、2。阿狗拍拍哥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狗。大家好，我是洪辉。有成就件无？咱两个。有无？阮两个咧看缘投吧。不行哦。这是一种 cosplay 啦。你捌看过武当山的道士无？有呢，我有伫图顶观看过。哦，对啊，拢会绑一个丸仔头。伫山内底活动走来走去。金石，我咱嘛做伙绑像安尼。安尼咱三个拄叫做三条丸仔。金石，阿狗，哇，伫庙内底哦，唔通安尼大细声啦，较细声咧啦。金石，
你有赚钱无？叫人添油香啦。我嘛无炸钱呢，啊安尼要安怎？无要紧，既然寿天宫吼无炸现金，嘛会当添香香哦。安尼有够方便的呢。嘿，我去迄庙内底吼，真罕咧看即种做法的，这谁想出来啊？其实是我建议的啦吼，因为社会咧进步，咱庙宇嘛要对时代咧进步，安尼吼才会当符合现代人的需求啊。除了这项改变，寿天宫嘛有真侪甲过去无同的物件，拢是为着互香客感受到庙宇创新的活力。哇！伫遮啉饮料，搁看风景，真正足舒适的呢。对啊，哇，这个风景足水的呢。互来遮参拜的大家吼，拢有当有一个轻松、规当看风景的环境，这嘛是咱小编的提案之一咯。哦，这个提案袂歹呢。我坐喺遮吼，足舒适的，无想要爬起来。那安尼吼，我过来带你来去看一个伫网络顶悬足红足红的灯卡点。你讲的灯卡点伫倒位？灯卡点就伫遮。遮？你若是用手机啊，找寿天宫 Live 直播，吼，你当看到你家己伫遮，还佫看到寿天宫哦。哦，真的哦。啊，迄相机伫倒位？翕相机哦，伫遐。哦，阿狗，你敢有看到阮？金少，红梅哥哥，我有看到恁呢。嗨！看到红辉哥哥为着寿天宫有遮尔侪好的提案，我会赶紧学起来，才会当做一个好的小编。红辉哥哥，你甲我斗看我的提案，敢有好？哦，好啊。我的提案吼，是每礼拜三，阮台语台全部的人，迄头毛后壁吼，拢爱绑起来，像包啊共款哦。啊，搁来吼，就是困觉的时间吼，爱加2点钟哦。因为吼，我囡仔人爱困有够眠，才会遐大汉啊。啊，转来吼，就是渐渐醒。搞。你的提案吼，实在是有够特别的。对哈。但是吼，真行无好报呢。注意，我想讲吼，找你讨论这个提案的代志啦吼，因为咱伫个。等一下，我咧无闲，你等下来，注意，我想讲吼，来找你讨论这提案的代志。我先去便所，唔过，我先去便所。注意。你的遮吼，应该无人找有啊啦。注意，我想讲吼，继续甲你讨论拄则这个。你莫过来啊啦！因为着急要证明家己的能力，黄辉一开始甲别人有真侪冲突，后来才知影有的代志是需要时间慢慢改变的。因咧少年人的思维吼，甲咱老一辈较无共，对咱寿天宫，一寡软体、硬体吼，阮拢有甲伊更新过啊。伊甚至要点灯啦，也是讲要来添香香啦，用手机啊就会使啊。拢足方便的啊。你有满意的所在啊？对这个人应该嘛是有淡薄无满意的所在，是要甲提醒的所在无？如果伊若有闲，听加休困一下啊。是休困哦。时间差不多啊呢，安尼准备来去巡山、巡泉水啊哦。这是我逐工拢爱做的工课。安尼，金少、阿狗，咱做伙来。我，红伟哥哥，金少啊，伊讲伊要对啦。我想着啊，我有代志吼，要甲上帝爷讲的。我先来去哈。你阿狗。金少，要紧，这吼我逐工拢咧背，咱做伙来啦。行，你慢多。我。人咧讲加运动对身体好，金少你爱加油哦。金少，我甲你介绍，上近的迄处就是彰化县的二水乡。啊，佮头前这条溪啊，是台湾上有名的
落水溪，嘿，落水溪伫迄边出海，哦，看到海边无？出海第一边。安尼风景看完，咱来去顺泉水。好，这路算足起的呢。对啊对啊，又搁细条。所以你讲你来顺拢顺啥物？顺看讲这楼梯有好好无？较袂讲若有人来这拜拜来这佚佗的时阵，哦，怎不小心受伤啊？受伤还是跋倒？系啊，所以每一届啊，风台啦、大雨了后，拢会来顺看看。我看有诶，恁拢做迄网啊，甲网起来，这空气真正袂歹呢。系啊系啊。伫遮敢会拄着啥物动物走过来？哦，拄过上恐怖就是狗会走过来，一阵安尼，一阵狗群来找你，哎，甲你安尼叫，毋就足恐怖诶。恐怖啊！哦哟，所以一个人就算讲搁较厉害，嘛是免火不敌高群啊。哦。鸿飞一直拢甲庙诶代志当作是家己诶代志咧操烦，对伊来讲，寿天宫就亲像因兜共款。上帝爷公，我阁有代志袂记你讲啊啦，请你保庇阮阿嬷身体健康，阮规家伙仔拢平平安安咯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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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抓水到位啊！抓水到位啊！对啊。哦，就伫遮哦。系啊。所以这就抓水哦。对啊，这就是抓水。嘿，安尼咱来甲做一下清理工作。好。内底阁有水鸡咧。对啊，这是天然吼，伫咱山顶滴落来的水。哦。所以吼，咱常常拢爱来甲树要清清的。清清的。然后来储抓水的人吼，有一个清气的。所以这家己用来储抓水。对啊。对鸿飞去顺山顺抓水了后，真正会感受到伊对这片土地的热情甲责任感，实在互人真感动。小编就是伫网络顶悬做一寡图文，你做这侪提案，顺山，迄拢是你家己想要做，还是人指派互你的？其实是家己想要做，家己做家暴性的吼。小编吼，伊虽然讲伫网络顶悬，咧讲代志，但是实际上嘛要配合现场。咱用真趣味的图文，甲人吸引来遮了后，伊个会想要伫遮坐一个，是讲洗一个安尼，会当看到无同款的风景，转去心情是足好的。那有一个榜号都写嘛，对啊。你用看到倒位，应该是嘛是恁做的。对，就是我做的。其实上欢喜的就是讲，拄着来遮拜拜的人，比如讲甲因兜人咧开讲的时候，讲，即间庙的一寡网络上的物件，包含讲现场的规划拢袂歹的时阵，咱伫边仔听到就会暗爽。安尼，你一定有一个梦想讲，即马可能即个阶段无法度，不过下摆若阁有机会，我想要甲伊做到安怎？看咧，对台湾即块土地，甲伊的民间信仰，伫咧民间信仰内底生出来遮的民俗，礼节啥，其实拢是需要保存的。所以我就想要做更较济遮的物件，就是咱心肝头一把火，想要甲点个光，安尼保持迄个热情了。那就是上帝爷讲的光明顶点在你心肝内，真好的一个比喻。对鸿飞规工走来走去，真正感觉足趣味，阁足甘心。原来做一个小编，毋但爱翕相片、写大文，后壁拢是满满的用心。宫庙看起来点点，毋过内底拢是故事、艺术甲信仰。伫鸿飞的身躯顶悬，我学到一件上重要的代志：社群毋是为着饲赞，是做伙分享一项好的代志。做小编要有好奇心，爱坚持，阁要有文化。我嘛要甲伊共款，好好拍拼，将咱台湾的美丽用欢喜的心讲互大家听。鸿飞哥哥，我甲金蕉有找到一项物件，真适合你，要送互你哦。等等。哇，足歹呢！日头足美，挂一支目镜去顺看看，看有啥物新的灵感无？继续拍拼啦！多谢。